大家好，我最近喺 Binance 試咗做空 Ethereum，ETH 短短時間就賺咗超過1095萬韓元，即係1800美金，回報率有103%。其實唔止一次，之前仲試過做空 ETH 賺多1600美金。Binance 嘅槓桿功能真係幫到手，市場一跌即刻開單，就可以賺到咁多。喺 Binance 用合約交易，最高可以用到100倍槓桿，風險同回報都大啲，所以大家要小心管理倉位，適合識得控風同止損嘅高手。如果你都想試下喺 Binance 做交易，記得即刻下載 Binance App， 註冊仲有優惠，買賣 ETH、BTC 等幣都超方便。記得用我介紹入嚟嘅推薦碼，交易費可以即減20%，贏錢之餘慳埋手續費，何樂而不為？立即開戶啦！井號 Binance Hash 加密貨幣 Hash 賺錢貼士。